5月24號晚，澳門馬場北大馬路發生嚴重車禍，導致兩人受傷送院，當中包括一名執法人員。案發於當晚9點，地點位於馬場北大馬路近華景園。治安警表示，一名55歲持內地護照嘅男途人喺未有使用法定行人過路設施嘅情況下，從花瀑步出馬路。一架正在執行巡邏任務嘅治安警車避讓不及，直接將其撞倒。意外現場顯示，警車前擋風玻璃碎裂，受傷途人左手骨折，大量出血。涉事32歲警員亦身體多處被玻璃割傷。消防局接報後派出救護車，將兩名傷者送院救治。此宗意外再次敲響行人安全警鐘。有人認為途人貪方便違規打橫過馬路，應該負上有關車禍嘅全責。但亦有人質疑，警車作為專業駕駛者喺巡邏時，係咪應保持更高嘅警惕性？歡迎喺評論區留言話我知你嘅睇法。